咱来看即届经典赛，大家呢是看甲真热，甚至呢有人是特别走去到日本替台湾队加油。农业部是来提示讲，这日本真出名的脆食米甲果子等等，有这鸡卵的，也是讲有肉的，其实拢袂当早登来台湾，若准违规，上当会罚到100万。一透早就侪侪旅客拖行李箱来到松山机场，准备出国。其中有部分旅客是计划去日本佚佗，佮打算要买日本的欧米亚鸡返来台湾送亲戚朋友。一般就是什么薯条、三兄弟啊、巧克力啊、吃的啊，再来就是药啊、药妆啊、美妆啊。就是海鲜的话，不含那个内脏的话，熟食，然后不含内脏，其实是可以带回来的。因为2026世界野球经典赛 WBC 有不少人调工去日本，甲台湾队加油。农业部防检署提醒，国人到日本旅游上爱买的四手仔甲盘手中加工零制品，比如讲甜脆卵、鸡卵糕卷、起饼、泡面等等，通常是会当安心载回来，唔免检疫。不过，若是半熟卵，迄种无全熟的卵、鸡肉两白条、果子、鸡皮点心，也是有肉的三多位区等等，通常是禁止炸入境的。煮熟的定义啊，它必须是它的蛋黄完全凝固，所以像溏心蛋这个蛋黄又还没有凝固，或者是像皮蛋，那些是蛋黄也是没有完全凝固，这个都是不可以的。防检署强调，违规载动物产品入境会用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1万到100万罚款。若是旅客对判处有任何疑虑，会当去动植物防疫柜台问，只要主动申报，配合消费处理，就袂受罚。或者是利用防疫曙光风台拍关键字入去，比如讲肉干、蒸子等等，系统就会自动恢复。去项物件敢会当载入境？记者综合报道。